开台兴旺电成功400年联合春节活动，将会有来自国内外70个宫庙团体、100尊的神尊同事，包含日本平埔、马来西亚槟城、菲律宾、中国厦门等地3、4千名信众参与，共同来庆祝成功做400岁圣诞。电成功祖庙为着要庆祝咱成功做400岁圣诞所以阮特别来申办中华民国风俗开台兴旺联合会的这个春季大典那么不只是春季大典我搁配合咱这总书记典做伙夹起来办理安尼就是讲28号的这下早9点伫延平古老寺办总书记典那么总书记典结束了，就全部过来咱电成功祖庙来申办这个中国风俗开台兴旺联合会的春季大典那么估计迄个28号迄天，差不多伫3、4千人会当同时来祖庙来祭拜电成功安尼纪念咱成功祖对台湾建设功劳的伟大安尼今年是台南400，同时也是电成功诞生400冬。中华邮政将伫8月10日发行电成功400年诞生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以台湾博物馆典藏的国宝电成功画像来制作，是目前传世上早也是上接近真实的电成功画像，非常具有收藏价值。今年阮特别为咱台湾邮局来发行电成功的个人邮票安尼这会使讲非常的有价值安尼那这个数量真的非常有限，就是即便你想要多也不可能。我们就现在目前限量只有1200，那还有我们这个歌画里面这一套。一定会让大家就是把8月16号发行的这个邮票呢结合。适逢台南400，电成功祖庙伫25日举行回馈品寄付仪式，祈求百事成功，万事顺利。电成功祖庙以及台南邮局热情邀请大家伫4月28做伙来参与盛会，东港添邮票1000块，就会送电成功的存折。台南400预售钥匙圈定限量回馈品。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